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水豐節嘅 Steven。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係關於咧最近我收咗層樓翻嚟，有個業主揾我管理啦，但係呢層樓係非常之棘手噶。我一入到去咧就幫佢換咗啲家私，換家私嘅時候咧就發現咗有好多曱甴喺度。咁咧我就打電話去問下個業主究竟發生咗咩情況。咁個業主先透露俾我聽，原來佢之前個 agent 咧租咗呢間物業俾咗一間 Airbnb 公司喎。咁呢間公司咧就係咁邀請人過嚟開 party。有一日咧佢哋開完 party 之後唔記得清潔，然後將所有嘅垃圾留喺地下。清潔團隊咧係1個禮拜之後先過嚟清潔，但係嗰陣時已經太遲啦，嗰啲曱甴咧已經生到周圍都係。嗰陣時係發生咩情況咧？嗰個大廈嘅物業公司咧就發張 notice 出嚟，就話呢幾層都已經有曱甴嘅情況出現咗。最後點解決咧？就係物業公司強制咁要呢個 landlord 食咗張5000磅嘅標嘅賬單嚟進行一個除蟲。但係今日佢發現嘅時候，今日佢收樓嘅時候，好明顯呢個事情仲未得以解決。所以咧，我呢邊咧就同業主溝通咗，不如我呢邊再幫你去揾人去除蟲啦。咁我哋嘅正常流程咧就係先會揾啲除蟲公司報個價，話俾業主聽。如果有睇過上一條片嘅人咧，我哋公司咧一直都會 follow 為咗業主攤錢嘅原則，所以我哋每一個報價5蚊10蚊，我哋都會話俾業主聽。咁我今日咧就親自帶咗呢個除蟲專家上去。點解我自己嚟咧？因為呢件事情真係幾棘手噶。睇下睇一條片，而家你睇一睇個除蟲專家做緊咩？咁佢一路做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一路有問佢嘅，喂，究竟呢啲藥係點㗎？係有咩用啊？佢個原理係乜嘢啊？佢嘅周期係幾多啊？你係咪上嚟一次就可以搞掂啊？定係你要上嚟幾次？呢啲嘢咧，我都要問得好仔細。咁咧，我可以更加好咁同呢個除蟲專家 follow up 啦，徹底咁解決呢個問題啦。另外咧，我都可以如實咁同翻個業主講，你而家個單位係咁嘅情況。咁你哋可以睇下頭先嗰啲片啦。如果你哋嘅單位依家係有咁嘅問題，並且你哋唔滿意你哋 agent 解決嘅方式，或者佢哋太慢啊、太貴啊，其實你哋完全可以過嚟水豐節呢邊諮詢下我。喺白明向地區嘅話咧，我本人 Steven 咧肯定會親自幫你解決呢啲問題。咁同時我哋間公司咧都會管理倫敦、白明河以及曼城物業嘅。咁 OK 啦，今日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片嘅話，麻煩給一個 like 或者 follow。咁之後咧，希望有更多機會同你哋合作。另外我哋呢間公司嘅宗旨咧就係希望為佢哋 achieve 到最高嘅回報。之後賣樓啊、買樓啊，我哋呢度都做嘅。咁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